OK，我哋嘅主話我消失咗6個月，我就為咗測呢樣嘢。你應該已經可以望到我嘅左邊，我嘅最基嘅技術數係幾多？冇錯，就係你嘅19995。耶！等6個月，終於每個玩完等陣應該係1年3個月，再終於啊，終於！我哋今日啦就嚟打嘅，咁事不宜遲，我哋就嚟打啦 ，Go go！Alright， 我特登揾到個朋友，因為佢話佢想要做我嘅第20萬殺。OK， 好緊張，你都可以揾到我頂級已經19996。Oh my god！ 19997啊，冇打中。19997。Oh my god！ 好緊張，等咗1年3個月就為有呢一刻咁吊。19998。Oh my god！Oh my gosh！ 好緊張呢個啊！19999，最後一殺，最後一殺，Oh my gosh！ 最後一殺，冇睇下拎最後一殺 ，Yes 隊友 ，Yes， 準備啦，3、2、1、0 ，Yes！ 買兩次錯，終於咁屌 ，W 咁屌，呢個就係你嘅金雕，下集將會係用金雕，拜拜。